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你是的神。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主啊，我们都愿意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主你居住在我们里面。早上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上，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谈到经济，大家一定会有感触。过去的几年，台湾的经济面对了非常严峻的考验，跟世界各国比起来，即便是东南亚这些过去看起来经济弱小的国家，但是台湾的经济确实停顿，甚至倒退。所以早上我们要再次思想，其实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。经济是资源的获得与分配，所以谈到经济或资源，有时候你可能只想到的是金钱、物质，其实也包括了人力资源，还有时间和机会。对我来讲，时间是很重要的资源，因为每一天的生活，我常常觉得时间是不够用。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时间太多还是不够用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能够把时间给别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给人时间，等于是把生命给别人。所以，给人时间也等于给别人机会。其实，牧者最需要的也是爱的鼓励和支持。所以，我们要了解，陪伴别人，给他时间，就是给他爱，给他生命。阿们吗？圣经也指出，人类之所以会贫穷，会缺乏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不遵行上帝的话以及犯罪的缘故。申命记15章第4节这样说，请投影片。在你中间必没有穷人，因为在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。只要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的诫命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穷人，是上帝期待给愿意遵行他旨意的国家和人民的赐福。经济理论没有办法解决人类贫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认识上帝国的经济学的一些真理，让我们来遵行上帝的原则，来改变我们面对的贫穷。所以我就分享3个重要的教导。第一个，我们的收入是上帝的赐福。我们一起宣告：是的，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收到这些神给的恩典，就是有收入，要献上感恩的。很多人以为他得到收入是因为他努力工作的结果，甚至他会夸耀，这是我个人努力和我个人才智。但是基督徒知道，这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摩西在教导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，要过感恩敬拜的生活。所以申命记刚刚读的26章第1节到第2节这样告诉我们，将来你进了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给你做产业的地，占领了那地，并且住在那里以后，就要从耶和华你的上帝赐给你的地上，把地上各种出熟的果子取些来，放在篮子里，
到耶和华你的上帝选择立为他的名的居所的地方。其实我一直来到这里，我就常想，这是一个迦南地，对吗？我们是迦南教会嘛。经过了40年的旷野，今年我们50年，应该是要享受上帝所给我们更多的赏赐和丰收。我们要献上什么样的感恩呢？在经济学当中，土地是生产的天然资源。以色列百姓能够在迦南地上生活，并且得到各种收成，那都是上帝的赏赐。所以摩西教导百姓一定要学习感恩，要献上初熟的果子、初熟的土产，将你第一次的收成归荣耀给上帝。上帝创造世界，他把很多的资源给了亚当和夏娃，也就是我们人类，让他们能够来享受并且管理神所造的万物。所以在起初创造的时候，人类已经有了经济的行为。但是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被上帝惩罚，他所取得的资源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这时候人受到咒诅，他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，才能够吃得饱。当人堕落了，当人犯罪了，撒旦就如同盗贼一样，他来了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导致这整个世界受到了污染。因此偷窃、贪婪的行为也进入了这整个世界里面。对于资源，我们拿了不该拿的，但是该给的却不肯给，这就是人因为罪受到咒诅的结果。所以摩西教导百姓要向上帝献上第一年出熟的土产作为感恩。想想看，你的第一份工作所得到的收入的时候，你是否曾经向上帝献上感恩呢？你要来承认上帝是你蒙恩的源头。在南坎教会有位姐妹从大学毕业，去年她找到一个还可以的工作，我以为她就照着有工作，她就按1/10来奉献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她就将她第一个月的全部的收入完全奉献给神。真的，一个年轻人，他愿意尊主为大，他以神为乐。这样的生命一定会影响生命，这样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生命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认定是上帝赐福给你的，要常常的感谢他，归荣耀给他。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上帝保守我们的机会，一起说。申命记26章第5节，以色列人就把那出熟的土产交给祭司，然后他告白了这样的信仰，说：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流亡的亚兰人，他下到埃及的时候在那里寄居，他那时候人数稀少，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、人数又多的国。由此可以知道，
以色列的先祖就是雅各，那个后来改名以色列，他因为饥荒去到埃及寄居，由弱小变为强大，所以后来埃及人也怕他们，就苦待他们。最后上帝引导他们，摩西带领他们要出埃及，后来要回到迦南地。弟兄姐妹，机会常常临到每一个人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做选择，这关系到你会成功或是失败。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机会成本。机会成本的观念就能够帮助你思考。简单的说，如果你今天辞掉，如果你原本有一个月入10万的工作，你要去创业，结果后来扣掉成本，扣掉什么，结果你只赚到了5万，那你平白的好像已经损失了每个月5万块。换句话说，机会成本就是你所放弃的最大的利益。在你做决定之前，你必须要评估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。如果我们都忙于工作而忽视了健康、家人、亲情，那是否你付出太大的机会成本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来检视，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，你如何降低机会成本，才能有最大的获利？雅各面对他人生的选择，在机会成本上他算得很清楚，他也知道上帝才是他最大的机会成本。安定的生活比起跟随上帝的引导，那只是很小的机会成本，所以他紧紧地抓住了上帝的帮助，使他人生得到了最大的祝福。如果你现在遇到困难，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遇到了瓶颈，甚至你失业了，你不要一直翻报纸找工作，或者是只是到人力网去看。我觉得你要更亲近上帝，要寻求他的带领。第3点要来分享的是，上帝能解决一切的困难。我们一起说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，我常分享。所以人生一定会存在各式各样的难处，各种你想不到的挑战，而我们有方法。申命记26章第6节到第8节，以色列百姓这样说了：埃及人恶待我们，苦害我们，把苦工加在我们身上。于是我们向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，看见了我们所受的困苦、劳碌和压迫。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以及大而可畏的事、神迹和奇事，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阿们吗？经济不景气，经济低迷，会造成很多裁员。我看到最近 HTC 宏达电吓人呐、那裁员的比例吓死人，他裁了30%的人一次。他1万个员工，那他裁了30%，裁了3000人。我们就面临了裁员跟失业的危机。那你就会面临收入减少，可你还要考虑2度就业或维持生活的危机啊。
让我们来求告上帝。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看见我们的困苦，而且能够用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，为我们行神迹奇事，领我们走出困难和危机。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对上帝怀疑，你要完全的信靠上帝。越是困难，越是面对挫折，你不要放弃，你要勇敢的、坚定的来仰望我们的神，那是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。阿们。你要继续祷告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。这世界都在改变，但是他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是爱你到底的神。阿们。第4点我要分享，一起说：上帝必引导我们的前途。申命记26章第9节，把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地赐给我们的，那就是流奶与蜜的地。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。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百姓却在旷野里面试探上帝，埋怨上帝，偏行己路，堕落犯罪。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弃他们，反而信守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引导百姓离开旷野，最后进入了迦南地。今天你也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为了环境、工作或者是收入，你开始怀疑上帝，试探上帝。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，上帝是公义而信实的，你要让他引导你的前途，你人生前面的道路。恩典满满的上帝，他会看顾你的收入，他会保守你的机会，他会解决你的困境，并引导你的前途。所以你做任何事情，你从事一切的经济活动，你一定要让上帝先居首位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。相信的说阿们。第二部分我要分享的第二个主题是说，我们要将11奉献归给上帝。我们一起说，我们要将11奉献归给上帝。今天所读的申命记26章从1到11节，是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要透过出熟的土产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。第12节到第15节是在教导他们要透过11奉献来遵行上帝的命令。我常常在感触，长老教会好像是台湾我们众教会的长子，每次都被这样说。我们150年来，我们有很多的资源跟丰盛的神的恩典。南港教会今年是123年了，马偕设立的，弟兄姐妹已经有到第8代的基督徒了。可是我就很多的感触，我们偏离了神的话，没有遵行神的律例，甚至没有切实的去按着神的话去遵行。真的，我常常接触外教派的牧者，我相信在大桃园中立地区有很多其他的教派的教会。为什么看到他们不断的兴旺？不是他们做了多少传福音，而是他们更多的教导弟兄姐妹遵行神的话语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百姓有多少人在遵行11奉献？就是将你的收入单单的把1/10
献给神。主耶稣一直讲，凯撒的归给凯撒，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，该归给他的归给他，上帝的归给上帝。我一直在鼓励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态，改变这个教会未来的盼望，真的要遵行神的话语，不要让神的国。虽然我们这真是牛奶与蜜的地，迦南教会到现在还是新竹中会第1名的教会，真的。我没有恭维，人数跟收入就是第1名。我的意思是指经常费，但是我常常感触还是不够，因为我开了会，我跟大家一起开会之后，我觉得是以我们的能力，以我们的资源，以我们500-600个人，不会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一直在讲，我们不用看别人，只要单单的看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就可以。所以我要特别在讲，我知道迦南教会应该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是遵行11奉献，但是应该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11奉献的真理。11奉献是圣经很重要的真理，也是上帝要让你在财务上蒙福的应许。所以请你仔细的听，听明白之后就照着去遵行。第一点，11奉献是表明上帝的主权，跟旁边说11奉献是上帝的主权，是表明上帝的主权。你没有所有权呢，你的房子、你的财产，如果你死了，你离开这世界，那些都要过户，那些都要被继承，没有一样你可以带得走的。你在世上拥有的现在，你没有所有权，你只有使用权跟管理权。阿们吗？一切的主权是神。利未记27章30节，地上的一切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树上的果子，1/10是耶和华的，1/10是耶和华的，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，归给耶和华，是上帝分别为圣的。我们宣告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所以遵行1/10的奉献，是表明上帝在我们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。收入的1/10就是属上帝，我们愿意把收入的1/10分别出来奉献，就是接受圣经的真理。我们要守11奉献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因为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，就反映出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马太福音6章21节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从你的金钱奉献，就清楚知道你有没有把主权献给上帝，有没有让主掌权。上帝国理财的法则，就是要你让上帝来做主。你是仆人，他是主，上帝就会为你负责所有的一切。你不需要担心财务的问题，因为负责的是上帝。当我们把11奉献在我们的迦南教会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家，那就是让上帝完全的做主掌权。这一部分我要分享的第2点，一起说：11奉献表明上帝的请福。请福，这个漏了2个字，请福。申命记26章15节，求你从天上你圣洁的居所来垂看，赐福给你的子民以色列，和你所赐给我们的土地，就是你向我们的列祖起誓应许给那流奶与蜜的地。
上帝设立十一奉献，绝对不是上帝他缺少什么，上帝贫穷，所以需要你给他施舍什么，不是，是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，上帝一点都不缺乏，反而他给我们很多，多到无处可容。弟兄姐妹，你永远给不赢上帝的，你怎么给他，你给不赢他，是给他赏赐给你的一切。阳光、空气、水，他从来没有给你收半毛钱，可是没有这个你会死。马拉基书3章10到12节，这段宝贵的话这样说：万军的耶和华说，你们要把当纳的1/10全部送入仓库。国有国库，上帝国也有上帝国的仓库，使我家中有粮，借此试验我，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，把福气倾倒给你们，直到充足有余。万军的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，就是蝗虫，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的果实，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成熟以前就掉下来。万军的耶和华说，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的地。这是圣经里面唯一可以试验上帝的应许。所以上帝也鼓励你，若你还是信心软弱，他说你试试看吧。弟兄姐妹，试试看，试试看他所说的应许是不是真的。我都鼓励我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只能试1-2个月，那是不够的。我每一次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就凭着信心，你最少一次要试验6个月，信心最多的你要走1年。如果6个月或1年之后你说啊，我因为1/10我变得贫穷，没关系，你后悔都来得及。但是你经过6个月到1年，你什么都没有缺，而且你开始经历到这样的平安、喜乐的福气。不要说神从外面加给你更多，那已经值得更多的感恩了。所以上帝要破除我们那遭受贫穷的咒诅，我们应当献上当纳的1/10。弟兄姐妹，那不是奉献，当纳。当纳的意思就像纳税一样，那是你不能躲避、你不能逃避的事情。天上的窗户就会为你打开，上帝会保护你的财富，他为你斥责蝗虫，那些吞吃者，神会抵挡他。有钱不一定能够带给人喜乐和满足，很多有钱的人眉头深锁，心里愁苦，但是11奉献的祝福却让我们富足的时候却不带着忧虑。阿们。同时你可以享受一个喜乐幸福的人生。好，最后一部分第3点我要分享，我们的尊荣在于遵行上帝的命令。一起说，申命记26章16到19节这样说：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遵行这些律例和典章，所以你要一心一意的谨守遵行。你今日承认了耶和华是你的上帝，要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和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今日就照着他所应许你的，也承认了你是他珍贵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。他又使你得称赞、名誉和尊贵，超过了他造的列国之上，并且要照着他所说过的，使你做圣洁的子民，归于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要奉献出熟的果子，还有1/10的奉献。神的目的不是要叫你损失金钱，而是他要应许你得到称赞和尊贵。今天面临经济不景气，我们还会担心我们的收入减少，我们担心失业。但是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继续的持守11奉献，
的信心跟行动呢？我要挑战，特别现在你遇到困境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向人借钱，因为有时候越借负债是越多，特别是信用卡的借钱，有一天你会成为卡奴。你也不要成为那这样就是月光族，每个月钱都花光光。要在你的收入里面，不管多么微薄，把1/10分别出来献给上帝，看他怎样为你开路，使你得着能力和祝福，离开贫穷，成为富足，从卑微变成尊贵。你不再做金钱的奴隶，你能成为上帝荣耀的子民。最后讲一个例子，美国有一个16岁的少年人，家境贫穷，遇到经济不景气，他的父亲鼓励他外出谋生。离家前，父母迫切为这个孩子祷告，之后他就搭船离开家庭。上船之后，船长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，很关心这个年轻人，常常和他一起跪下来祷告。船长问他：“你有什么特长？”他说：“我家里我跟父母学会制作肥皂，像我们这里很多人会手工香皂一样，会做肥皂。”船长就鼓励他在这方面好好发展，并且告诉他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奉献1/10。他到了纽约，在一家肥皂厂工作。厂长看他年轻，就要他做杂工，供他吃住，但是没给工钱。后来看他非常的殷勤工作，就每周给他1元工资，1块钱工资，他就将9角储蓄在银行。银行的职员就问他为何储蓄9角，他说另外的1角是主耶稣的，是要奉献给教会的。后来他的工资每周变成2元，他就存入1元8角，2角是给主的。日子久了，他的收入逐渐的增加，但是他仍然做11奉献，其他的存款就拿来买那家公司的股票。几年之后，他成了公司的股东，而且股份也不少。这时候他奉献2/10给上帝。再过几年之后，没有想到肥皂公司的老板去世，他的孩子家人都不愿意继续经营，他就收购了那家肥皂厂，自己做厂长。他的生意由小型扩充到大型，业务由小范围扩充到全世界。当然以后他的奉献超过了3/10。他为了上帝的家、上帝的事工尽力的去奉献，结果他使上帝的家里丰盛有余，使得福音就慢慢的广传。上帝特别赐福他，使他拥有了更丰富的财富。最后他这样说：上帝啊，我的钱用不完了，我不过是你的管家，现在我自己用1/10已经绰绰有余了，9/10都是你的。他真是经历到上帝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他。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他就是高露洁牙膏的创办人 William Colgate， 就这个人。这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上帝大大祝福的人。你用过这个牌子的牙膏吗？牙刷吗？弟兄姐妹，贫穷常常使人灰心、挫折跟失望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人穷气短。年轻贫穷的高露洁，在人看来会有什么盼望呢？会有什么机会呢？当时他绝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有这样的成就。但是他听从了船长的鼓励，
他学习1/10的奉献，与上帝立约。上帝是信实的，就赏赐给他，使他一步一步的经历到丰盛、富足和尊贵。申命记26章16到19节的经文，连续出现3次今日。今日就是今天，今天上帝愿意你成为一个富足的人，上帝今天吩咐你遵行，那你要如何开始呢？今天上帝要与你立约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回应吗？你愿意遵行11奉献吗？接着就要看到上帝今天照着他所应许你的，他接纳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能够享受得着他的称赞、名誉和尊贵。上帝的回应是很快的，你今天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行，上帝就不会等到明天才应许你。你今天回应他，他就向你保证，他的应许必定为你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楼下到楼上的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的就说阿们吧。你要突破经济的困境，我觉得就是遵行神的话，按着神的心意，一起用1/10来拼经济。我告诉你，最后你会得到上帝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这是一个迦南美地，这是一个上帝赏赐的土地。在迦南教会5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。主啊，我们个人、我们的家庭都需要你的赏赐，为过去的年日我们拥有的丰富来献上感谢。未来的岁月，我们更需要你为我们开路。台湾虽然遇到经济的风暴跟不景气，但是迦南教会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蒙恩得福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